選料同埋裝置方面咧，都要配合翻唔同嘅用途噶噃。嗱，好似電梯大堂咁，就可能要因應法例需要嚟附加呢個防火天花嚟遮擋機電嘅設備。而濕氣較重嘅廚房同埋廁所咧，就唔好用紙板假天花啦。咁唔使問啦，自然要考慮埋第日入伙之後嘅維修保養啦。如果要拆去大部分嘅假天花先至做到維修咧，咁就唔好用啦。而且一定要易拆易翻裝，又易替換、易清潔，兼且要有足夠嘅生口。而最重要嘅就當然係要有足夠承托力嘅支撐骨架嚟裝嵌假天花啦。跟得我來，果然話頭醒尾。之後承建商咧就要根據施工章程同埋合約細則，連同假天花判頭呈交建議假天花系統俾則師審批。另外仲要有埋製配長圖，即係 shop drawings、樣板、配件同埋有關室外假天花嘅計算數據資料添嘅。由於假天花進場時間咧會係較後期嘅工程期嘅，所以一般假天花嘅 shop drawings 咧都一定要根據實地地盤環境，再參考已批准嘅綜合機電設備圖嚟到明確表示出開線方法、龍骨定位、收口同埋誤差尺寸，兼且仲要以大樣圖嚟顯示各種組件嘅裝嵌方法，一切都務求配合到實地嘅所有裝置，例如燈盤、冷氣出口、回風、消防設備、告示板或者生口等為原則。至於講到數據計算資料咧，室內用途嘅假天花本身係供應商方面咧都會有一般裝置嘅指引嘅，但係喺室外用途嗰陣時咧就要留意系統係咪合適咯噃。除咗喺之前提過嘅物料差別之外咧，最主要咧就係可能會受到天氣嘅影響，例如風啦、雨水、溫差同濕度等等嘅。嗱，咁其中對整體假天花嘅穩定性影響最大嘅咧就係風力啦。咁所以承建商喺落標嗰陣時就已經要留意防風嘅要求，根據合約上嘅防風程度，由合資格人士呈交有關數據資料，去證實選料係合適，甚至要列明整體假天花系統喺安裝嗰陣時，連帶所需嘅附加防風支架或者配件位置同埋尺寸等等。咁即係話室外用途嘅假天花咧，一般都會加有防風設計嘅特性嘅。咁喺用料方面咧，吊架同埋龍骨尺寸自然都會較大或者較厚啦。講得啱啊！嗱，假天花要用嘅料，你都知得幾清楚。工具又點睇啊 ？No problem。假天花要用嘅工具咧就有石屎槍啦、電剪、鉸剪、積梳、cut 機、電鑽、錘仔、拉釘鉗、拿鉗、彈線粉袋、鐳射水準儀同埋磨機嘅。冇錯啦。咁家陣咧都係時候講到呢個地盤嘅施工程序啦噃。咁喺進場安裝假天花之前，就一定要確保施工範圍內嘅泥水、油漆工程已經完全乾透，兼且盡可能喺所有原天花高度內嘅機電工程都成型之後先就好開工。因為咁樣唔單止可以確保假天花工程唔會整污糟，而喺計算龍骨吊架位置嘅時候，亦都可以量度每條龍骨嘅長度，仲可以留意到裝置好嘅機電設備，好似冷氣系統氣喉同埋電線槽呢啲較闊嘅位置，妥善咁跟從大樣圖嚟處理㗎。